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明年政府要来开放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来进口，国内的猪农是真不满。昨暝农委会邀请到全国饲猪仔协会代表到苗栗来开座谈会，外互媒体就去采访。本地1点钟的会扭长到2点半钟，就算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转庭来安答，但是会后各地方的代表也是真袂爽。讲这个台湾猪禁用3肉精，煞来开放有3肉精的美国猪来进口，实在真无理。因讲农委会敢若知影要来迎合着总统，到时阵若是猪肉败价，这条行政院长苏贞昌爱担。自己的猪肉不能含有瘦肉精，美国的猪肉可以进来，你说有这样的吗？全国饲猪协会开会，就算开会后，也有话要讲，要来关饲猪协会理事长批评农委会。小英总统讲了以后，你就一定要附和他，来做一些配套措施，这个不对。如果猪价暴跌的话，院长要负完全责任。昨农委会甲全国饲猪协会代表伫苗栗开座谈会，本来1点钟变2点半钟，拒绝媒体采访。拜托你们先在外面坐一下。记者们希望会使听到这猪农大声地发表意见。猪价的稳定也是我们很重视的一环。产地标示。国县市饲猪协会代表轮流发言，要求要办公听会，保护本土猪农稳定猪卖价销。跨部会里面把强制标示这件事情做好，那我们的台湾猪就非常有竞争力，因为我们的消费者一定会用我们的国产猪。陈吉仲强调讲，这场座谈会，饲猪协会代表想法甲立场，拢会转达给行政院，并且伫2礼拜内提出计划，回应市场介绍应该安怎维持，要有100亿基金到底安怎用，才能保护国内饲猪产业和全国的猪农拢会安心。